上帝找伊的独生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活。上帝听对即个显明伫咱，毋是咱捌上帝，毋是咱捌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祭。听就是伫即个所听的兄弟啊，上帝若听咱到安尼，就咱也着相听。对，当以来无人看见上帝，咱若相听，就上帝听咱，也伊的听完全听伫咱。只是要请杨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伫听内面有愿望。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知影伫阮的生活中，敢有侪侪互阮无平安惊吓的事，特别是死亡，阮会惊吓、无平安。会透过这个信仰帮助阮看见，无啥物会通互阮甲主你的听隔断。伫你的听的内底，阮有永远的愿望。而且清明节期，阮对此少年蒙主恩调的亲人，检测也有无得救的亲人，阮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家己伫遮来祝福，也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才安尼去行，真做福气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即个连续假期的中间，咱犹原会通做伙伫遮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4月是一个真要紧的节期，对耶稣的受难，一直到伫伊高瓦的节期，真要紧。即个高瓦节期是比圣诞节搁较要紧哦。如果耶稣降生，若无死，若无高瓦，保罗讲咱所信的是空空啊，咱就真做真可怜的人，因为咱伫遮的敬拜就无意义。那安尼宁可即个连续的假期，恁出去佚佗吼。总是咱知影讲，因为耶稣有高瓦，赢过死亡的关系哦。所以，互咱知影讲，咱伫遮会敬拜，咱分别出时间，这个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啊，搁伫这个礼拜的过程中间，咱也透过对主孝念咱的亲人，咱做伙伫遮来领受伊的恩典。我想，毋是干那讲咱领受恩典，咱搁要透过你我，真做上帝施恩祝福的管道。4月牧师的讲道的主题用12架的救恩，要甲咱三个来分享，要帮助咱进入到伫即个耶稣受难甲过活节期的过程中间，借着即个系列的讲道，帮助咱明白耶稣你到底来到世间是啥物款的目的？为什么你要行这条12架道路？这礼拜咱要透过伫听内底的愿望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使徒约翰伊伫当时，伊咧透过批示来勉励当时的信徒，讲伫恁迄个时阵吼，有假先知，搁才有敌基督，因所提出来的这异端的声说，要影响恁离开上帝愈来愈远哦。所以恁着爱伫听生活的中间。恁爱彼此相听，毋通彼此相拼所以相听，相听的中间免相听，伫遐讲原来上帝就是听，伊是听的源头，所以会通帮助咱会通伫遮来彼此相听。当咱彼此相听，圣经甲咱讲，恁就会当体会到上帝伫恁的中间，甲恁三甲做伙。上帝同在会带予咱有咱所需要的供给、应允甲祝福。今日咱透过伫礼拜中间，咱也要举行这个清明追思的礼拜。透过这个追思礼拜吼，咱来想看嘛，一般人因为什么透过这个清明的祭拜，
伊的意义是啥物？然后即个制作的问题，帮助咱安怎伫遮来看见，即个伫咱的信仰要怎去面对，要怎去解决。所以伫即个礼拜过程中间，互咱知影讲，无道友伊若要洗礼真侪人的一个心结，一个问题，就拢想我公妈要安怎拜？我的祖先要安怎拜？这是因上大的一个挑战过去阮的家庭嘛是相款不过感谢主，感谢上帝听，伊互咱会通透过上帝伊的话，透过讲道也好，可能有当时透过诗歌，互咱知影讲上帝伊为咱伫听内底所备办。有当时咱想讲这华人为虾米看这人过往了后的祭拜？比生前的有效搁较要紧，所以常常都有即款的俗语讲：在生一粒豆，较赢死后拜猪头啊。人在生无有效，死后甲伫遐来靠来祭拜这是咧讲即卖的华人的社会，常常是安尼家己无啥要哭，搁请啥孝女白琴来哭，一哭落偌凄惨的，你知无哇！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为虾米华人看重这人过往了后的祭拜，无拜袂使。传统的祭祖是对几个所在，互咱爱搁伫遮来再一次来思想所以咱咧讲心中对啥？对远要对偌远啊？追多远？3代、4代、5代，请问恁阿祖、恁祖公你捌无？毋捌是咧拜啥物意思？有当时我来问种，你阿公阿祖啥物名无？毋知，毋知你要哪拜？有啦，祭拜时，来遮阿公都叫袂出来，你讲来遮是无？无礼貌嘛，对无？所以伫遮咱念的要来讲去，心中追远，咱壁顶挂啥物？心中对啥？对远啊！你解过啊？你甲我讲要讲解远啊，哪会变远的啦？我讲好啊一般就种心中对远嘛，你要对偌远？咱今仔要来想讲要心中对源啊，就是迄个源头所以伫基督耶稣的听，咱透过今仔日即段的圣经甲信息，要帮助咱来讲，我伫耶稣基督的听内底，通找到迄个永远偌远伫到迄个生命源头的望啦。第二就是讲，咱伫心中对远，也是讲心中对源，这个源头帮助咱来认祖归伫这应该是宗教的宗啦认祖归宗甲咱的生命的源头伫遐有所连结。安尼咱来想讲即马清明连假嘛，对无？有去扫墓的举手来，画未对无？画提早，我南部拢是过年就扫了敢就一定爱即工是无？无一定嘛有的人是利用即工一工一年一顿食初饱，了解无？我著穿较澎湃伫即工祭拜一工一年一冬一变安尼特别即工来穿较澎湃安尼。所以咱看民间的制作为虾米要制作头一个就是讲，伊传统上认为制作是有延续这个祖先伫因生命的一个象征啦。
有迄个薪火相传吼，就是讲香火一直伫遐来延续来传落去啊。即个就是讲伫迄个生命性的一个连续性吼。第二就是讲伫文化的顶面的文化性吼。其实制作是华人，也是讲即个中华民族伫即个传统儒家的孝道。心中对阮的一个表达，所以孔子咧讲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种用遮的习俗是种礼俗，伫伊生，伫伊死，拢有一寡遮的礼仪伫遐来面对，伫遐来祭拜。伫遮咱有看会讲，第三个是家族性吼。制作咱常常看着讲，哇，即个家族吼，哇，咱5家对无？哇，迄一组织偌济人，200-300个啊，哇，300吼。有诶吼，你也看迄电视有人会报诶家族，哇，来做伙伫遐扫讲几百人诶安尼啦。迄就是讲一种家族性吼，家庭的观念，家族的契约的一个凝聚，就是讲组织做一伙，才会宗亲做伙伫遮也有一个团结的表现。第四个是直接地影响咱的信仰哦。制作的行为有真强的一个亡灵即个亡灵的崇拜。成分哦，因为人惊安怎？人惊讲家己的祖先做妖鬼、做孤魂，所以影响到咱家庭的繁荣，家庭会影响到平安袂？都袂平安，为虾米？因为祖先来咧讨食，讲你拢无甲我拜，所以我就伫阴间无通食。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为即个问题，所以非拜祖先不可。咱肯定制作的生命性、文化性、甲家族性的意义，但是咱无法度接受的，就是将祖先当作亡灵伫遮来祭拜。即个宗教性直接影响到咱对源头的即个人物甲敬拜。今仔日华人的制作吼，咱来想看觅就讲照良心来想啦吼，为着家己的身份迄个得到利益的身份较侪嘛，敢毋是？咱较早捌拜过举手者来，较早捌拜过吼，包括阮后来请放下吼。你举手传遮成立来拜神，拢讲啥？请祖先遮祖公祖妈，对无？来保庇，保庇啥？趁大钱，乐拓兴旺，佫有啥物？身体平安，健康，大趁钱有嘿，要趁偌济？哇，拢讲遮嘛，对无？请遮祖先来伫遮来保护、看顾、来祝福所以伫遮咱会想讲，为着家己的好处的成分较济嘛所以伫遮咱看侪人因的制作的问题，真正的原因是讲行背即个不孝我拢无拜祖先。第二个就是讲行祖先伫遮来搅扰第三有求伫祖先。所以伫遐因为惊吓来祭拜，因为想要得到利益伫遮来祭拜，所以咱看这敢有称作称得上讲有效嘛？敢会通诚做有效嘛？何况有当时一寡遮的子女伫父母生前无要有效父母过身了后抢要拜。我讲一遍父母也伫个无要有效父母过往了抢要拜安尼讲这个是啥物款的有效？
所以咱来想看觅啊，伫华人的制作有遮个几项的意义以外，咱来想讲啊，你咧祭拜中间啊，祖先伫倒？哎，制作的观念是将死人的世界来看成做活人世界的一个延续。所以正有认为讲，这过往的亲人吼，伊死了后，伊过往了后，伊嘛需要有安怎食、啉啊耍有快乐，就吃喝玩乐吼，爱满足伊逐项的需要。所以当是大人过往的亲人过往的时阵，一般的民间细小会烧啥物？伊爱大啦吼，出入爱烧啥？车，伊都袂晓开车，爱烧啥？司机嘛，爱请司机啊，所以烧司机互伊吼。伫遐厝住厝无人摒扫吼，别总甲烧遐大间吼，摒扫足歹摒扫，来烧啥？使用人啦吼，若要联络咧，即马视讯嘛吼，爱烧啥？恁拢想着 iPhone， 拢无想着其他牌啊？iPhone， 我拄仔甲一寡即个兄弟姊妹讲，恁爱去楼骹吼，迄个QR code 爱去甲扫者 Line 吼，甲扫者吼，安尼咱每一工即马会前读经改变，每一工6点就会传一寡即个吼。迄工读经牧师甲团队拢有准备一寡遮资料，你读了若无明白，你哪看安尼吼？咱要甲美国的、甲外国的遮主女伫遮来见面吼，较早拢爱讲电话，对无？即马佫会当视讯安尼吼，会当看到吼。OK， 伊若袂晓用，要安怎？烧 iPhone 互伊啊？袂晓用。讲贾博士去遐咧教啦，贾博士有发明这个 iPhone 吼，伊即马过往了，讲去遐咧教安尼吼。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会想讲，用即马的现在世界来想着过往亲人迄个世界，到底伊伫啥物所在？一般来讲，民间认为人过往了后有3个所在去，第一个。轮回转世，到伫这十殿阎罗，然后受审判，了后喝，毋是瘦身茶，是健忘茶，了袂记了投胎转世安尼去，这是安怎？这是受到佛教的影响那安尼咱想讲既然伊若成功来超度投胎转世了后安尼爱制作无？伊着投胎转世你是咧拜啥物？咱来想遮所以事实上制作甲轮回是有冲突的。祖先若轮回转世，不管伊是进入六道轮回、六道六道讲啥物阿修罗道，啥物迄个精生的人伊若转世投胎做无共款的人你伫拜啥物？若动物伊嘛是共款伊已经回到阳间，伊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身份、新的习惯、新的啉食的习惯来，所以咱中间我请问，若照即个思想。请问咱中间有收到你囝孙所烧互你的祭物无？投胎转世无的确，你即摆已经投胎，毋知转世几世你有得到囝孙烧互你的祭物，有别种无？无啦拢家己拍拼啦对无？佫有无？其他汽车是啥物？没有啦。咱若用三星、用四果，特别三星这动物啦。若是咱投胎转世，也是讲祖先投胎转世，你用这个祖先来咧祭祖先，安尼敢对？
嘛毋对呢吼。好，啊，过来吼，伊毋知轮回转世投胎做第一个民族、第一国的人。吼，啊，你较歹都拢用中式的，啊，伊若变美国人，敢食会哈？即问，即摆住美国拢食啥哈？汉堡啊，就爱去麦当劳，甲传一个啊汉堡的迄个吼炸鸡餐啊，啥物对无？安尼较适合嘛。啊，若轮做动物咧，啊，你爱用啥？后路肥。哦，我细汉会记迄个牌子吼，影响足深的咧。后路肥啊，咱定啊，你是食后路肥大汉的吼，啊无哪会安尼遐尔啊吼福相安尼吼？你着爱可能用饲料还是草料嘛，伊食迄毋哪会较爽快，哦。所以有人想咱会想用现在的即款的想法吼，来咧想未来。第二，咱来看讲移民阴间啦吼，正着做功德，所以为什么伫迄个做丧事的中间，民间信仰遐尔啊复杂？为着要透过即个移民的手续，咱知影等偌久，你知？咱科牧师讲等头要8个月安尼哦。啊，这透的这做功德讲爱几顺，较圆满的7顺啊！我一开来不得了，你知？几啊10万，咱会想讲哦，人死了后伫阴间咧听候，遮个厝的人请师公道士伫遐来超度，然后帮助伊会通投胎转世吼。伫阴间一切的遮清用即一般的消费，拢爱透过阴间的遮个阳间的遮个子孙仔伫遮来烧祭物，然后为库钱吼，然后烧纸钱，也是讲银纸啦吼。一般因讲毋通乌白烧银纸，烧金纸是要烧啥？烧因所有的神明，啊烧银纸吼。也是讲为库钱，就是要互遮个过往的亲人吼，啊，搁有烧信用卡、阴间的支票，吼，啊，搁有信用卡，讲互伊去迄边撸安尼吼，哦，啊，若烧大哥大，讲万一欠的时阵，咱会通甲你联络。为什么？所以就发展出有咧观落阴嘛。哦，观落阴就是甲阴间的即个一个通识，哦，所以透过观落阴哦，伫遮讲要甲即个过往的亲人伫遐来交谈嘛，安尼甲赖有啥物无共款哦？所以即个受到道教的影响，所以咱想讲哦，因家己都自身难保啦，啊，搁爱囝儿孙仔吼，甲供养、甲祭拜，才会通伫遮来得到得到遮个逐项的娱乐，拢会通真正顺遂。那安尼，请问你讲祖先啊，你甲我保庇哈，互我趁大钱，吼，你甲阮看顾吼，伊家己都自身难保啊，伊要安怎伫遐来祝福互伊囝儿孙？祖先啊，一直伫阴间伫遐来听候遮阳间的子孙伫遐来祭拜。那安尼，遮个超度祭拜可能拢无效，遮个做功德可能拢无效。所以请这师公道士伫遮来应允吼，绝对是假啊！哦，所以毋是真哦。咧伫遮咱看讲真侪遮个师公道士啊。头毛愈来，哦，本来咧步边轮食薰，紧拔掉，哦，然后师公帽也伫个，哦，迄道袍甲穿落，就开始伫遐养啊，对无？无像牧师爱阁读7年咧，爱阁读甲硕士了后，吼，做2、3年的传道，等会当考牧师的资格，哦，等会当服牧安尼咧，哦，遐简单，头毛愈起来，吼。师公无伫个吼，就会通伫遮安尼来应允哦。所以咱来想讲，遮敢有法度来帮助咱的亲人？搁有遐尼侪祖先，咱毋知有拜着无拜着，无拜着嘛，感觉讲不好。
若无排着吼，可能拢爱轮流啦，轮流来甲你讨，对无？来甲你搅扰吼。啊，你若爱满足伊所有诶需要安尼吼，你看你爱开偌济？所以咱来想这个问题哦，这是第二个吼，移民阴间。第三，合路伫公妈拜，也是讲神主拜吼，神主拜。这是受到儒教信宗对阮的一个观念的影响吼。然后伫遮来点主合炉啊，伫即个公妈拜啊引魂，然后带伫即个公妈拜内底。所以咱想讲吼，啊一块细块仔的神主拜，还是公妈拜，啊毋知带偌济人，了解无？内底恁过去若拜内底祖先的这神主牌内底带偌济人？几户？咱嘛拢毋知，毋知是咧拜啥物意思，对吼？哦，所以伫遮咱看，哦，我每一遍呢，伫分迄个性别礼拜咧拄五常的时阵，啊了最后即个就是一个处理的问题。所以我拍开了，内底拢是啥？一寡遮的祖先的生辰日月，因的名，话吼，祖传不及八载，拢较简单历代祖先吼，这真正伤简单吧吼。我拢会准备一个族谱，然后互因伫遐来写落来，来纪念吼。所以合炉伫即个神主牌内底吼，应该当做讲，遮祖先拢是住伫内底。细细块吼，要住遐济人，真正吼。若讲一般的人讲真正夭寿骨咯。互你是大人住甲一个安尼，对无？其实即个你若看一般的人，拢有当时安尼，哎哟互恁爸母安尼住甲安尼，敢好？哦，咱想讲过往了，互伊住安尼。敢好，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伫一般民间的遮个思想内底有即三位，安尼咱来想看觅啊。透过即款的一个祭拜，到底拜有对拜无对啦吼。所以，互咱会通想着讲，伫遮个祖先的祭拜过程中间，咱是毋是还阁有一寡遮个迷信？咱来看伫基督信仰的一个敬拜内底，咱伫拜啥物？咱是要倒转去到伫迄个原本的即个本源。所以听的内底有下面，今仔圣经甲咱讲听是啥物？咱做伙读来，毋是咱捌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者，听就是所以伫遮来讲，啥物叫做挽回者啦？这伫旧约无写着呢，敢若伫保罗伫遮咧提到伫即个名词，听就是对上帝来，所以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者，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心，要显明上帝救恩的义。这伫罗马书第3章25节到26节有安尼写，就讲伊用吞忍的心宽容人的心伫遮来忍受人所犯的罪。所以意思就是讲，这个挽回者的指耶稣伊家己来献上，为着咱来赎罪。这个挽回就是讲，我得个挽回上帝的心。互伊生气怎啊无去安尼？所以挽回者就是耶稣伊为着咱的罪来代替咱赎罪，伫十字架顶来流血即件事，互咱会通称做义。有当时咱来讲伤新学生，一般人听无，讲啥物因信啥？到底是称啥物义？原来就种上帝羊羔，或者耶稣为着世间人来除去人的罪，来代替啦，代替。因为伊甲咱讲袂听，所以伊就爱变成做啥物？人的款式来苦劝咱，
互咱知影，然后人佫无相信，为着咱的罪，伊受定伫十字架顶。所以，即个受死的即件事叫做挽回祭，互上帝生气的心会通讲好啊，莫生气安尼吼。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会通得着只有相信的人，相信耶稣是生命救主的人，才会通得着。所以洗礼是无所谓问，你有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无？这个拯救就是透过你的相信，互你会通伫上帝面头前称做啥？无罪就是义的人啦。所以互你的罪拢刷伫耶稣的身上。第二个就是讲，咱来看讲伫听的内底伊不但有赦免，嘛有为着咱避办。这段圣经我相信咱拢足熟的啦咱做来读来。耶稣讲：恁的心无得白白，伫我的爸的家有做出体，我去是甲恁避办所在啊。所以有甲咱避办所在，所以咱咧祭拜，也是讲亲人过身的时阵。爱烧纸厝无？冷厝无？毋免啊！爱烧车无？毋免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耶稣为着咱避办大的所在，所以即条省起来，无迄冷厝看大细间足贵的呢，拢几啊万呢。所以伫遮咱看为民间信仰的即个祭司，也是个别的事宜，一开就是几啊十万，就是安尼第二个，咱来看讲，伊伫听的内底来引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听是啥物做伙来？耶稣讲，去甲恁避难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回朝。耶稣讲，搁要来接咱呢，所以需要西公泱伫遐来引魂无？毋免嘛耶稣家己来，牧师会引魂袂？袂啦，袂引魂所以你莫讲牧师你来引魂者好无？你知影我要拄着一遍安尼为着要加速心安你食买个去人工厂啉的，啉的怎安怎？怎倒伫车顶内底困佫吐怎惊死？迄个工厂遐我因着惊，要安怎？无拜托牧师来引魂我着为着要互遮个人有平安透过这个机会，大礼服佫穿的，你知？去做一个礼拜，做一个祈祷安尼，不互因知影讲牧师毋是引魂啦，所以一般可能会请西公来安尼对吧？出意外逐个就去现场遐就烧焚翻就入来引魂倒转来安尼。所以有耶稣甲咱引带，需要这无？毋免因为西公道士有去过无？有死过无？拢无是伊要引啥物魂？总是咱的主耶稣，咱伫许多圣经的个别信仰时，咱讲主耶稣伊是啥？死落阴府对无？第三日对啥？死人中搁活伊搁落阴府呢？搁有对死人中搁活呢？伊有去过，伊行过即条路，所以伊有法度引带无？伊有法度引带。所以这个人无法度做这个事所以你知影做这个事、开这个钱拢是假了的。一般讲死人钱好趁就是安尼。你拢惊毋敢甲伊出价，毋敢甲伊讲杀价安尼啦，对无？无拢就是恁士大人倒转来伫讨食，为虾米？恁都伫遮来伫甲我画拍紧讲爱拍折，所以恁付的钱只有送到1/3尔，送无到遐就爱佫加开伫遐来。我嘛捌听过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敬畏上帝，就得到智慧，就袂互遮个世俗的遮个习俗伫遐来欺骗
第三个是讲伫听内底安怎，来互咱甲主上帝团圆啊，甲咱的亲人伫天顶团圆。所以做伙来咧，耶稣讲：我所伫地，恁也伫遐。耶稣伫遐嘛，叫咱伫遐。有当时啊，咱会表达出咱的亲情足毋甘的，特别迄个感情足好的，拢毋愿离开，吼，毋愿互伊离开安尼吼。上深刻印象着种，最后要砍迄个棺木的时阵吼，迄话实在吼足毋甘的啦吼。啊嘛有迄讲哦，牧师啊，我甲你交代吼，我若过往了吼，我无爱甲我先生囥做伙啊，在生就感情无好啊，死了搁甲我甲伊囥做伙啊，嘛有迄安尼啦吼。不过一般上拢是讲真毋甘啦吼，真毋茫讲以后会通搁再组织见面吼。所以即个就是讲，主伊有应允互咱以后会通搁再见面吼。第三，听的吩咐吼，咱伫新的诫命内底讲，你着爱听上帝吼，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的上帝。第二着讲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伫一段圣经内底嘛是伫遮提醒咱，讲爱安怎，爱彼此相听。所以咱基督徒敬畏祖先，毋是祭祖，是敬祖。所以敬祖，咱透过来敬拜生命的源头直接到伫迄个祖先所得到生命的源头，就是咱的主咱上帝吼。所以创世纪第1章27节，伫遮咱拢真清楚，上帝伫遮照伊的形象，伫遮来创造人。伫启示录内底嘛有写了讲，伊是即个所摕着阴间死无的即个锁匙吼，伊是活我的主，活我的上帝。这是头一个，就是讲咱透过即个追思的礼拜，咱伫遮来感谢咱的天父上帝吼。第二，即个较要紧，即个就是一般人要洗礼进前哦，有上大的一个阻碍吼。甲神主牌归互耶稣哦，为虾米安尼讲呢？圣经讲啥？咱做伙来读来。基督所以死来个我，是要做活的死的主。所以既然咱来讲，耶稣是死人甲活人的主，所以呢，咱就交互伊。所以一般我甲家属讲哦，我讲人袂通做啥物，总是耶稣有死到阴间也有伫遐。为人的即个神学的解说拢爱落去搁一遍咧传福音安尼吼。不过咱无去讲遐，咱就讲伊是活人甲死人的主，所以咱就将即个过往的遮亲人的灵魂交伫主的手中，求主来帮助伊。所以上彻底就是认祖归宗，你接受耶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迄个就是你祭拜你敬拜着迄个生命的源头。那安尼中若拜无着的因拢毋敢讲，对无？你已经拜着迄个上大的嘛，将遮的古马，也是将遮的祖先拢交伫耶稣，交伫迄个生命的源头。那即个就是咱免伫遐来面对然后牧师会交代因一本族谱内底，将祖先的历代祖先的名甲写落来特别对当时开始咱信主迄种甲写落来。所以透过这个族谱，互咱会通追思孝念，但是要追偌远，追到迄个生命的本源。今仔日咱每一礼拜，咱拢伫敬祖有无？咱伫敬拜这位生命的源头上帝，咱的主嘛。所以啥物人讲？基督教是不好的，逐礼拜，迄一年才拜一遍，平常时拢烧香尔，对无？香片片的敢会饱，会袂？所以咱爱开始来思想这个事啦，第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讲
追念祖先的好德行啦。祖先也是咱的时代，咱的亲人伊的好德行，咱会通继续伫遐来学习，会通照着伊信仰细脚步伫遐来行，互基督的救恩会通一代一代传承。所以咱咧读10条诫，听我、守我诫命的，我安怎？上帝要施恩，互伊直到几代？1000代。所以伫遮咱看讲，追念祖先是要互咱的信仰继续伫这恩典的内底，互上帝的恩典祝福会当直到1000代。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哦，互咱透过追思来追念上帝的恩典。追思嘛是追思啥？咱的亲人，伊伫世上有美好的德行、好的信仰，伊安怎敬畏上帝，互咱子孙安怎伫遐来学习哦，互上帝的恩典代代会通相传。这个就是追思一个真要紧的意义，因为伊若信主伫上帝遐，伊毋免烦恼才清用。圣经甲咱讲，上帝拢为因备办一切伫灵魂所需要的。所以咱透过咱听了，咱要安怎伫遮来回应哦？透过着讲，咱若无认捌生命的本源，咱就安怎凊彩黑白拜，就亲像罗马人书第1章内底所写的。当咱无认捌上帝，故意佮为当时故意无要认捌上帝的时阵，咱就伫宗教上就开始有对落啊，叉头磕磕的，无神后壁好神，虎头芳，别人掠准我咧讲笑呢。好神、虎头芳、金神甲入落，叉钱甲剪落，互伊死伫内底，安尼叫做入神。刻即个五常神目睭袂使互黑白看，所以用红布安怎拔开，等待啥开光点眼。无论是叉头、石头、树头等等拢雕刻伫遮来拜。所以罗马书，请咱转去看罗马书，人就是安尼，无要拜即位上帝，去黑白拜，就得罪上帝。所以，就宗教上就对了。所以，咱爱倒转来到伫生命的本源，咱要拜啥物？咱要拜一个真的拜一个会通有关联的。最后就是信靠耶稣，连接伫即个生命的本源。你认捌也无够啊！你爱有迄个信心的行动。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灵的主。做我魂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主，做我身体的主，来保护、看顾我。愿主来帮助，互咱会通伫即个信仰内底更较清楚。咱逐礼拜，咱随时拢咧敬拜、追念咱的祖先，咱上大的主，咱的上帝恩典，请咱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来想，上帝，你会听真正是会通满足我每一天的需要，甚至我离开这个世间，我会通满足我以后的需要。做伙来，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透早困，醒酒拢无半项。虽然咱有心，世间咱无情，只有看破真多工。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从，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毋免嘴怨叹，毋免心沉重，毋免心酸过目孤红。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无空讲。咱拢是上帝
来报，永远无半工。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就是灵头是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无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对头过来。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透早困，刺手拢无半项。虽然咱有心，世间咱无情，只有半半正做工。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谈，虽然全车人嘛有希望。毋免嘴怨叹，毋免心沉重，毋免心酸过目孤红。若毋是也好我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无感觉。咱拢是上帝产业，是灵有在无，永远无半工。用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就是点头是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只要咱有心，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咱来笑念上帝的温情，咱来笑念对主，咱的亲人，咱的时代，安那对待咱的疼，咱献上咱的感谢。恳求主，你伫遐来保守看顾咱的亲人的灵魂，伊的疼也永远无改变。特别咱中间若还未有接受耶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也无认捌伊的，伊在等待你拍开你心内门窗。主啊！你听阮，伫阮也搁得罪你、做罪人的时阵，你就听阮。你提供一个会当倒转去到伫天的祖家的机会，你就是迄条路，你就是活命源头。所以，当阮认主归宗，阮接受你，成做阮生命的救主，阮就是倒转去到你生命的本源。阮每一礼拜拢会通伫遮来敬主，拢会通伫遮来敬畏你，拍开阮的心，互阮明白你的真理，互阮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阮也透过这个对主孝念的过程，阮来效法阮士大人、阮的亲人水的脚步。愿主你听阮的祈祷。也互阮会通世世代代拢行伫你恩典的道路，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有王徛地，咱这是要请自怀同执事来代表伫遮来，对咱过往的亲人来献上这个鲜花这个回送。
人生就毋茫。咱来做伙，伫遮来默祷，来祈祷。咱来追思伫这段时间，咱能透过祈祷感谢。若有咱亲人无得救的，耶稣啊，你是死人甲活人的主，你是迄个掌管生命的主。阮将阮的祖先的灵魂交伫主你的手中，主你家己来拯救，来掌管。咱开声来祈祷，咱来孝念咱的亲人。